Hello，大家好，我係肉燥飯。有啲權貴恃住自己有財有勢，視法律如無物。由黃子華主演嘅《毒舌大狀》話俾你聽，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算有權有勢嘅人都冇特權。喺2002年，男主角水哥原本係一名裁判官，態度囂張，工作散漫，得過且過。因為得罪上司而被調去淫褻物品審裁處，每日都要對住屍體。佢覺得好不忿，喺台下刻上天冇眼發泄。後來水哥經朋友介紹做返大律師，專幫有錢人打官司。水哥嘅第一宗案件係一宗虐兒案，顧客係曾潔儀。曾潔儀係一位單親媽咪，傷者係佢7歲嘅女 Elsa， 仍然喺急症室昏迷。曾潔儀講述 Elsa 出事當晚 ，Elsa 有啲唔舒服，所以佢好早就氹 Elsa 上床瞓覺啦。之後曾潔儀去咗花園飲酒，瞓咗2個幾鐘頭，醒返之後發現 Elsa 瞓喺地下不省人事，佢即刻送 Elsa 去到急症室。之後冇幾耐就有差人嚟拉佢，控告佢疏忽照顧兒童。根據警方嘅法醫調查報告顯示，Elsa 除咗後腦撞傷，雙手手臂都有輕微瘀傷。專家推斷佢係俾成年人推向廚房台角，唔係意外跌親。曾潔儀覺得好奇怪，因為案發當晚喺佢印象之中冇其他人入過佢嘅屋企。水哥了解完佢嘅情況，表示虐兒案件好易打甩，就算罪成刑罰亦都好輕，叫曾潔儀唔使擔心。喺法庭上面，水哥心不在焉，神不守舍。喺庭上面竟然仲睇股價，專家談論案件嘅時候，水哥喺底下評頭品足，非常之唔專業。水哥嘅拍檔方家軍係一位做事認真、霸氣正義嘅大律師，佢唔中意水哥嘅做事方式，多次叫水哥認真一啲。證人陳球係一位保安，佢講述案發當晚曾經到曾潔儀屋企附近巡邏，見到 Elsa 喺玻璃門位置不停掙扎，但係由於 Elsa 係啞嘅，佢嗌唔出聲，暗示曾潔儀虐兒。曾潔儀好愕然，因為陳球啱啱所講嘅嘢同佢早前留嘅口供截然不同。方家軍反駁佢隔咗咁耐先無緣無故加口供，大鬧陳球冇職業操守。案發當晚佢冇報警，強調根本唔存在曾潔儀虐兒一事，只係陳球無中生有。喺急症室嘅 Elsa 醒返，水哥問佢係咪媽咪打成佢咁 ，Elsa 用手語答唔係，媽咪從來都唔會打佢。水哥以為 Elsa 好返之後上庭答辯就可以輕鬆打贏官司，點知 Elsa 只係回光返照，當晚就死咗啦。而家案件由虐兒升級為誤殺，最高刑罰可以判終身監禁。喺方家軍嘅追問之下，曾潔儀先承認當晚佢嘅男朋友鐘景儀亦都喺現場，但係醫生嘅報告指出 Elsa 受襲嘅時候，鐘景儀正喺度做電台節目，有完美嘅不在場證據。原來曾潔儀係鐘景儀嘅二奶，鐘景儀嘅老婆鐘念華係首富千金，家族係香港大世家，有住顯赫嘅商界地位。鐘景儀係入罪老公，曾潔儀唔想2個人嘅關係曝光，所以當初有所隱瞞。之後水哥獨自揾咗鐘景儀問話，鐘景儀向水哥表示，當晚佢拉門入屋之後，就見到 Elsa 瞓喺大廳。水哥追問佢返嚟嘅時候門係咪閂埋嘅，鐘景儀肯定咁答，門本來就係開住嘅。水哥提醒佢，只要喺法庭上面講出呢個事實，曾潔儀就會無罪釋放。因為門冇閂埋就代表任何人都可以隨意出入，即係曾潔儀唔係唯一疑兇。事後方家軍大鬧水哥冇寫低證人供詞，萬一鐘景儀喺庭上邊反口就會好麻煩。但係水哥堅持認為冇呢個必要，因為曾潔儀係佢嘅情人，鐘景儀肯定唔會陷害佢。喺法庭上面，水哥問鐘景儀到曾潔儀屋企嘅時候，大門係開住定係閂實？鐘景儀答大門係閂實嘅，佢慣常咁樣打開門燈，跟住用鎖匙開門入屋。水哥不知所措，鐘景儀嘅回答同之前截然不同，因為水哥冇寫低供詞，佢都無法反駁。最後陪審團以6-1裁定曾潔儀誤殺罪名成立，被判處17年監禁。庭後，水哥受到方家軍嘅責罵，水哥自知連累到無辜嘅人坐監而垂頭喪氣。之後嘅日子都好內疚，生活過得人唔似人，鬼唔似鬼。喺獄中嘅曾潔儀上訴失敗，尋求自殺，但係俾獄警救翻。之後水哥另立門戶，喺一棟唐樓建立咗自己嘅律師事務所，負責一啲小型案件，專門為貧苦大眾打官司，希望幫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可以令自己嘅良心好過一啲。2年之後，水哥收到通知，當年嘅證人陳球患上末期癌症，佢留低咗一封遺書，書上面好清楚寫明好後悔2年之前喺法庭上面冤枉曾潔儀。水哥覺得係上天俾佢哋多一次機會，佢揾嚟咗當年嘅拍檔方家軍，
低聲下氣同佢認錯，希望佢可以同自己一齊繼續調查呢單案件。方家軍一開始並唔領情，但係經同事開解之後，佢上門揾水哥。但係呢個時候嘅水哥正喺度被黑社會威脅同埋毆打。原來水哥為咗調查曾潔儀一案，推走咗已經接低黑社會同埋其他案件。方家軍目睹成個過程，佢俾水哥嘅真誠打動，決定帶水哥去監獄見曾潔儀。呢個時候嘅曾潔儀自暴自棄，不修邊幅，佢大鬧水哥喺佢面前扮死狗，打算轉身就走。但係水哥叫停曾潔儀，講到明唔收一分一毫，無條件咁幫佢打官司。幾經遊說之下，曾潔儀俾水哥打動，再次委任水哥做佢嘅辯護律師，幫佢上訴。經水哥同埋方家軍嘅爭取之下，法庭考慮到原訟法庭嘅裁決並唔穩妥，以及有新證供出現，決定頒令將案件發還重審。中間靠人物關係改控曾潔儀謀殺，即係如果今次嘅官司輸咗，曾潔儀就會終身監禁；但如果贏咗，佢就可以即刻無罪釋放。無論如何，曾潔儀誓要打呢場官司，因為佢唔想阿女死得不明不白。喺法庭上面，水哥同律政司外聘主控官互相爭辯，陳求留低一封遺書，其中有幾句係咁，佢話：我好後悔當日喺法庭老屈曾潔儀。Mr. Lam， 屈字可以有好多個意思嘅。第一，可以指陳求乜嘢都睇唔到；第二，可以指陳求真係睇到有人咁做，但係嗰個唔係被告。第三，可以指陳求睇到被告做一啲嘢，但係唔係佢喺庭上面所講被告做嘅嘢。水哥同方家軍嚟到咗曾潔儀嘅住所，佢哋透過之前曾潔儀嘅生活照，發現原本放喺書架上面嘅相唔見咗。水哥推測有個人見到呢啲相之後，好用力將 Elsa 推過去廚房台角。佢哋懷疑呢個人就係鐘景儀老婆鐘念華。喺方家軍嘅追問之下，曾潔儀記翻起當晚見到鐘景儀跪喺 Elsa 隔離，地下好多血。鐘景儀正喺度替 Elsa 檢查期間，叫佢 call 白車。曾潔儀報完警之後，見到鐘景儀喺廚房掉咗2樽水入垃圾。鐘景儀當年改供詞，水哥今日決定以牙還牙，叫下屬太子假扮陳求嘅仔打電話俾鐘念華，恐嚇鐘念華自己有佢當日收買陳求嘅證據。鐘念華嚇到即刻收線。事後，鐘念華私底下向法律顧問講出當年所發生嘅事情。鐘念華無意中喺鐘景儀嘅車入邊揾到一條唔屬於佢屋企嘅鎖匙。之後揾人查出曾潔儀嘅屋企就係用呢條鎖匙，於是鐘念華上門揾曾潔儀，但係當時曾潔儀喺花園瞓緊覺。鐘念華見到客廳書櫃上邊嘅相，加上 Elsa 對佢又拉又扯，佢用力一推 ，Elsa 就撞向台角並且昏迷。鐘念華嚇到不知所措，好快離開咗曾潔儀屋企之後，就打電話俾鐘景儀，叫佢執翻自己嘅手尾。佢亦都承認自己收買陳求，指使佢俾假口供陷害曾潔儀，令到佢坐監。鐘念華同埋法律顧問之間嘅對話俾水哥嘅人偷偷地讀咗落嚟。喺第二日，水哥唔跟程序，擅自喺法庭上邊播放偷錄嘅錄影聲帶。控方要求水哥即刻停止播放，因為佢唔跟法律程序，擅自喺庭上邊播放來歷不明嘅錄影聲帶，誤導陪審團。法官即刻休庭，連同控方同埋辯方一齊睇錄影內容。控方申請押後再審，由於呢條片係偷影嘅，所以好大機會唔可以作呈堂證供，唔可以作為推翻謀殺嘅證據。但係水哥嘅目的已經達成，佢呢個舉動係要讓陪審團先入為主，知道個真相係點樣。佢一早心裏有數，知道聲帶唔可以作為呈堂證供。冇幾耐之後，因為水哥派人喺中家外圍進行非法拍攝，所以喺中家嘅舉報之下，佢被警方起訴不誠實使用電腦，並且會扣留48小時。中家呢個時候舉報水哥嘅目的係要水哥乖乖地喺監獄入邊等，令到佢趕唔切聽日上庭。就算水哥申請法庭延期都未必有用，因為中家已經買好咗機票，隨時離開香港，以圖避免謀殺嘅起訴。喺第二次審訊入邊，觀眾席上面全部都係中家嘅人，因為中家有權有勢，一早已經安排好相熟嘅法律界人士旁聽，以便喺庭上面提示鐘景儀點樣回答辯方嘅質問。並且中家運用強大嘅社會影響力，禁止傳媒同埋外人到場，除咗一個人。陸定行，佢係廉政公署助理處長，亦都係水哥嘅好朋友。佢早前受到水哥邀請嚟到法院旁聽，水哥被關喺監獄入邊，心急如焚，
彩水哥認識一位高級警司，喺佢嘅幫忙之下被提早釋放，並且及時嚟到法院。佢撤回早前偷拍嘅影片，因為佢稍後有其他更好嘅證據指證中間。控方律師睇完水哥早前偷拍嘅影片，加上自己深入了解咗呢單案件之後，發現存在官商勾結，決定唔會再繼續幫鍾家辯護，反而倒戈幫助水哥。佢竟然質問鐘景怡，所以我請你如實咁回答我以下嘅提問：你太太揾人收買陳球俾假口供，你有冇份？鐘景怡望一望公眾席，然後佢答唔明白呢個問題。原來公眾席上邊有人俾提示，太子發現之後即刻通知水哥，水哥向法官作出舉報。法官提醒在座各位，呢個係違法行為，法庭係唔會姑息。控方律師再追問鐘景怡，你太太收買陳球俾假口供呢個行為，你同意定唔同意？唔同意。控方律師即刻表明鐘景怡答唔同意，即係知情，大鬧佢講大話要講到幾時，浪費晒社會大量人力物力。其後輪到水哥盤問控方證人嘅時間，佢問鐘景怡案發當日係咪開咗門燈先用鎖匙入屋？鐘景怡答係。水哥再問佢嗰度太黑，所以唔開燈根本入唔到屋，係唔係？佢又答係。水哥即刻鬧佢講大話，因為警方喺案發之後第二日去現場拍攝嘅相入邊見到門口根本冇燈泡，燈根本冇開，門口又咁黑，佢根本無法開門，所以實情係佢講大話，大門根本唔係佢開嘅，大門本身就開住。喺鐘景怡到達曾潔儀屋企之前，鐘年華已經入咗屋，佢離開嘅時候因為太慌張，所以唔記得閂門，所以其後鐘景怡摸黑推門就可以入屋。之後水哥攞出案發當日鐘景怡喺廚房抌咗嘅2支水樽，然後盤問身為醫生嘅鐘景怡，一個人失血過多，失血之後即時飲用大量嘅水會有乜嘢後果啊？係會死。鐘景怡明知 Elsa 失血期間飲用大量嘅水會死，鐘景怡仍然餵佢飲水。鐘景怡根本冇諗過救 Elsa， 因為只要 Elsa 一醒，佢就會將成個真相講出嚟，咁樣鐘念華就會被拘捕，而鐘景怡喺鐘家得翻嚟嘅所有名譽地位都冇晒，所以佢連同鐘念華串謀謀殺 Elsa， 即係佢自己嘅親生阿女。水哥希望各位陪審團可以為曾潔儀，一個白白坐咗2年監獄嘅母親討回一個公道。水哥最後望住坐喺觀眾席嘅鐘年華講到：有啲權貴恃住自己有財有勢，行係卑劣，視法律如無物，打橫咁坐咗喺度。我想同佢講，對唔住，江怡一樣坐咗喺度。陪審團經過退庭商議之後，一致裁定被告曾潔儀無罪。法官亦都宣判被告曾潔儀謀殺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大家都鬆翻一口氣。同時間，水哥意外發現佢早前喺台下邊寫低天冇眼已經俾人修改成天有眼。廉政公署助理處長陸定行喺庭上邊了解咗成件事情之後，即刻上門拘捕鐘念華、鐘景怡同埋佢哋嘅法律顧問，懷疑佢哋跟一宗賄賂證人案有關。警方重案組亦都為佢哋嘅串謀謀殺行為開始進行調查。案件完結之後，水哥繼續做律師為小市民發聲。電影就此結束。